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，上帝对你发了点脾气，生活对你开了点玩笑，工作对你折折路。面对如此的一切，对自己说声对不起。上帝和青春是在考验你，生活和工作是在鼓励你，不要灰心丧气，胜利一定属于你。请支持我，请点击 subscribe， 再按小铃铛。按这里看更多同系列影视。